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6年7月1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，约翰福音12章44节到50节。今日要给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高举。我伫列邦中要学到你，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。你的信实到万世代，你的慈爱搬过诸天。这是一首名叫做《愿你得高举》的诗歌。愿上帝的名透过咱的学乐甲感谢得到高举。基督徒的见证，互人会通看见上帝奇妙的恩典，互人受到吸引，会通来敬拜上帝。先知伫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，提到着耶路撒冷的信息嘛安尼讲着。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，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的圣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，比隆总的山岭搁较悬。万国拢会溢出来归伊，万民会来讲，咱来上上主的山，来去雅各的上帝的殿，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来传开。上主会伫列国的中间施行审判。伫万民中排解纷争，因会将刀拍伫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。这个国袂阁举刀攻击迄国，因嘛免阁学战争。伫使徒圣经伫最后的部分提到着耶稣基督上天，这伫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这是讲耶稣基督将来要受高举，有上帝的权柄来判断人，并且会吸引全世界的人来亲近伊、就近伊，来敬拜伊。耶稣基督来提到着家己是这个世界的光，信伊的人就袂阁再伫迄个黑暗中。因为伊就是被高举的光，是世间人拢看会到的。重点伫世间人是毋是愿意相信并且接受伊。约翰福音12章44节到50节，耶稣大声喊：信我的人，毋是信我，是信找我来迄位。看见我的，就是看见找我来迄位。偌侪光来到伫这个世间，是要互信我的人拢袂踮伫黑暗。听我的话无遵守的人，我要甲伊审判。因为我毋是要来审判世间，是要来拯救世间人。故做我毋接受我的话的人，有一个审判者会甲伊审判。伫末日，我所讲的话会甲伊审判。因为我毋是照家己的意思讲，是照找我来的爸互我的命令才讲什么，传什么。我知伊的命令会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所以我讲的拢是照爸甲我讲的。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将永远的活命赏赐互世间人。互世间人因为看到伊的阳光来欣赏救恩，来亲近伊，来领受伊的救恩。诗篇19篇105节到112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正的判断，我决意要遵行。我一定要来遵行。我受着极大的苦难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学乐，佮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
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要求我袂去执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要求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是我心所喜爱。我全心归于你的命令，永远遵从，直到生命结束。恳求主，互阮会当看见你永远被高举的光，互阮因为领受相信来脱离黑暗，进入伫你的光明。愿阮的学乐甲感谢来见证主，互主的名被高举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